2025家居博覽好多黑工裝修公司落咗訂金就要小心，有唔明可以聯絡我哋。自從疫情後，香港多咗好多2年貨仔裝修公司。咩叫2年貨仔？即商業牌照只係得2年，因為嗰公司名整臭咗，所以成日改名。通常係樓上鋪，因為成本低，但係就有20年爛尾，同埋用黑工嘅經驗。係宣傳上講到完美無缺，全部用內地嘢。重點係佢哋嘅報價恐怖在細節，行內人一睇就知極多隱藏收費。佢哋仲可能會用黑工。由香港人帶內地黑工到達客人單位工作，判上判，全部無牌師傅，利潤係裝修成本嘅3倍。用無牌師傅會有咩後果呢？用無牌木工安裝，講就話有幾10年經驗，但其實亂咁做，罔顧安全，新聞都有報道傷亡事件。用無牌水電工，講就話有水壓測試，1-2年後就爆水喉。2年貨仔公司只得1年保養，2年後就爆水喉走佬，俾幾十萬去裝修，搏唔搏得過？客人自己留意。再講多次，香港有牌師傅一工大概1800蚊，但係無牌師傅一工只係大概700蚊。報價平就係咁樣嚟。講就話多年經驗，公司單位只得20至30個家私相片。大部分都係樓上鋪，因為容易走佬，唔使負責任，報警都冇用，上網鬧都冇用。